体制内最高级别的维吾尔官员之一，前维吾尔自治区主席、党委副书记、国家发改委副主任、前中国能源局局长诺尔白克力，周一12月2日被中国沈阳中级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。据中国最高法院微博宣布，诺尔白克力受贿案今天12月2日在辽宁省沈阳市中级法院宣判。沈阳中院以受贿罪判处诺尔白克力无期徒刑，没收他的全部财产。诺尔白克力当庭表示服从判决，不上诉。白克力从1998年至2018年，利用职务的便利或职权、地位的便利条件，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承揽工程、推广产品、享受优惠政策等事项上提供帮助，直接或通过他人授受财物，折合人民币7910万余元。白克力在2008至2014年之间，主要是在东突厥斯坦官场任职。当时地区族群关系紧张，政府不断加强镇压政策。据一些人权组织表示，东突厥斯坦可能至少有300万人被关进集中营。维吾尔族母亲凯利比诺尔于几年前移居土耳其，以逃避中国的镇压。2016年，凯利比诺尔和她的丈夫阿布都热赫曼持中国护照成功抵达土耳其。当时她怀了第7个孩子。她的丈夫阿布都热赫曼返回家乡，试图将留在东突厥斯坦的5个孩子带到土耳其。他申请护照，并在短时间内买了机票。当他们离开中国海关时，她被中国警察带走。此后，凯利比诺尔无法与其丈夫和5个孩子取得联系。香港财政司预计，香港2019年度财政会出现赤字，这将是15年来的首次。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星期一在立法会说，2019年香港经济将收缩1.3%，将使得香港通常充裕的财政状况受到打击。陈茂波说，由于经济环境转差，税收及售卖土地收入减少，加上推行对香港市民的纾困措施，政府将在本财年出现财政赤字。与此同时，数据显示，随着香港社会的暴力升级，今年10月到香港旅游的人数减少了创纪录的46%。许多香港市民也申请台湾居留证。根据总部位于英国的技术公司 Comparitate 分析，世界上人均安全摄像机数量最多的城市是重庆。重庆是中国西南部约1500万人的城市，重庆大约有258万个安全摄像机，平均每6个人有1个摄像头。根据该公司涵盖120个城市的清单，人口相近的伊斯坦布尔排在第25位，有17000个摄像机，每1000人有7.15台摄像机。俄罗斯正准备将自己的国家百科全书在线发布，以代替大规模在线百科全书。普京上月在一个会议上表示，俄罗斯学生经常使用不可靠的信息来源，其中包括来自维基百科的信息，应当建立一个大俄罗斯电子百科全书来取代维基百科，给出更优质可靠的信息。政府的声明强调说，该倡议将使公众能够获得具有科学批准来源的不断更新的信息。普京提议使用电子版的俄罗斯大百科全书，而不是维基百科，它是苏联百科全书的延续。